大家好，我係 Good Channel Type 對路泰國嘅 Kun Wing 啊。今集企業出海泰國錦囊，同大家介紹嘅係開立100% 全外資泰國控股公司嘅流程。客戶委託開立公司之前咧，必須要提交 Due Diligence 盡職審查問卷報告。而提交 Due Diligence 盡職審查問卷報告，正好體現出海泰國企業嘅專業性同埋可靠性㗎。由於曼谷 IEAT 自由貿易區係屬於泰國工業局管理旗下嘅，官方機構咧必須核實最少2名外籍股東嘅身份、公司行業嘅背景、資金來源，同埋董事是否有相關工作經驗等，再繼而決定是否接納申請。Due Diligence 盡職審查問卷可以確保自貿區裏邊嘅所有企業合法合規營運，締造一個更優越嘅營商環境。另外，客戶亦需要提供最近3個月嘅住址證明、身份證明文件、行業相關證明文件，例如營業執照等等。曼谷 IEAT 自由貿易區大概需要7個工作天就可以將 Due Diligence 盡職審查報告匯報翻俾客戶係咪通過審查。喺通過審查之後，就可以立即展開公司註冊嘅流程㗎啦。